又到週末，今日要講嘅係霍爾木茲海峽幾時會重開呢？油價幾時會落？咁而家呢個係全世界嘅焦點喎，當中包括金融市場人士啦。呢場仗打咗1個月之後，到而家已經令油價升咗50%，美股咧就曾經跌大約10%，債券孳息率咧就升咗接近半厘喎。嗱，呢個系列會分2個短片，呢個短片會嘗試分析軍事行動幾時會完，而下一個短片咧就會分析呢場戰爭估計完結時間對美國以至全球經濟金融市場有乜啟示。其實除咗軍事衝突幾時完之外咧，呢場戰爭有其他啲我哋值得分析嘅地方喎。首先美國係石油出口國嚟噶嘛，而中國就係世界最大嘅石油輸入國。伊朗封鎖呢個海峽令到油價飆升，點解佢認為會嚇親美國呢？而又點解佢反而唔擔心油價升會損害佢最大嘅石油買家中國嘅利益呢？另外，伊朗歷史上每當有衝突發生，好多時都話威脅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噶啦，咁但係最後都冇喎。點解今次真係付諸實行呢？呢個短片亦都會嘗試回答上述呢幾個問題。Hi， 我係意義，我會係週末分析經濟投資議題。另外有一個15至20% 嘅股票投資系列，一共5個短片。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 Playlist 觀看。呢個短片會分析霍爾木茲海峽幾時會開返。首先，點解呢場仗特朗普一開始就冇可能贏呢？因為伊朗對石油價格嘅影響力啊。咁但美國係石油出口國嚟噶嘛？油價升唔係對佢有利咩？梗係唔係啦。菲律賓係家庭用工嘅出口大國，咁如果全球啲姐姐人工升1倍喎，而家菲律賓呢就會收多啲入息稅啦。咁但問題係全球嘅人工都水漲船高，推升咗個通脹。咁而家喺外地收緊雙倍人工嗰啲姐姐，亦都唔會諗不如我幫自己國家通脹撳翻低佢，就不如我翻菲律賓做嘢啦，係咪？咁其實原本油價升咧又唔係咁可怕嘅，因為而家同70年代唔同啊。世界所有商品服務裏邊，油價成本佔嘅比例低咗好多，咁所以即使油價飆升啊，通脹咧都只係即係溫和咁樣會增加啲啦。咁有興趣咧可以睇翻3月20號呢個短片。咁但問題係而家美國有巨額債務啊嘛，而有1/3咧今年要續期，咁油價推升通脹就會推升利率，債券孳息率喺戰爭爆發之後咧升咗差唔多半厘。咁如果以平均發債年期6年咁樣計咧，呢個油價上升就令到今年要續期嗰啲債券咧俾多3厘息。咁如果以而家美國國庫債券總金額39萬億計咧，呢個利息損失去到4000億。咁特朗普全球關稅搞咁多嘢，喺2025年都只不過收多咗1000億啫。咁所以從呢個角度睇咧，美國同伊朗根本上就係命運共同體，2個人一條命。咁所以咧，其實美國就冇可能贏啦，係咪？咁點解係命運共同體咧？就因為伊朗政府嘅經濟命脈就係石油啊嘛，收入佔咗佢哋嘅60%。咁如果美國想攞伊朗命好易啫，只要全部摧毀佢嘅石油設施，或者美國自己都走去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就令到伊朗啲船都通過唔到咪得咯。咁嗱，咁樣做，石油價格會進一步飆升，令到孳息率升，係同歸於盡嘅做法嚟嘅。咁所以就係呢個原因呢，從伊朗封鎖海峽開始呢，特朗普就一定會出現今日嘅決定同埋做法啦，就係希望盡快停止軍事行動，期望呢油價快啲落翻啊！美國想結束戰爭，咁但係呢個要伊朗配合先得㗎。伊朗方面呢，結束戰鬥當然包括停止攻擊美軍基地啦，以色列以至其他中東國家。咁但係好重要嘅一點呢，就係亦都係呢個短片嘅主題啦，就係佢要肯開翻霍爾木茲海峽啊嘛。嗱，未分析幾時呢個海峽佢肯重新開翻，
可以先分析下點解伊朗其實舊時好多時都威脅要封鎖呢個海峽。咁但除咗80年代兩伊戰爭之外呢，其實佢冇真係咁樣做過嘅。點解今次真係封鎖呢？咁當然其中一個合理嘅原因就係，喂，呢次佢個最高精神領袖俾人殺咗。咁但係伊朗雖然俾我哋嘅感覺就係一個宗教主導嘅國家，有呢個印象啦。咁但係其實佢個政府呢，從來係避免經濟崩潰係佢哋嘅首要目標。咁而政府財政就主要靠石油出口，頭先講咗啦。石油出口又主要依賴中國呢個買家。咁雖然伊朗係可以喺油價飆升嘅時候唔緊要啊，我仍然用折扣價賣石油俾中國。咁但係中國入口石油，伊朗佔10至15% 嘅啫。油價升咧，始終會影響到中國嘅。咁可能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原因。過去伊朗咧就唔敢真係封鎖呢個海峽，因為驚影響到大客仔嘅利益啊嘛。咁如果假設呢個理論係啱啊，咁就可以諗到一個可能嘅原因，點解伊朗今次真係封鎖海峽同埋令油價飆升呢？嗱，首先就係而家中國嘅通脹遠遠低過佢嘅官方目標3%。咁此時此刻油價上升，係咪會喺呢個情況下中國唔係太介意呢？另外，因為俄烏戰爭啦，俄羅斯其實而家亦都係用折扣價賣緊石油俾中國噶嘛。嗱，俄羅斯而家嘅供應咧就佔咗中國石油入口嘅20%。咁呢個亦都可能係另外一個原因，令油價飆升咧，對中國影響比較低。所以伊朗呢次咧就唔怕影響到中國，就真係封鎖海峽啦。咁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問題啦，就係究竟伊朗會幾時開返霍爾木茲海峽呢？咁當然我就唔係軍事政治專家啦，只不過喺呢度咧分享一啲我個人嘅睇法。咁而我嘅意見就係咧，除非之後有啲突發嘅情況出現啦，否則伊朗就應該唔會好快開返個海峽啦。嗱，當中原因就係簡單嘅成本同回報嘅考慮啊。嗱，而家美國對石油打擊投鼠忌器，伊朗即係話又可以照樣賣石油俾佢嘅買家，佢亦都睇到美國咧冇殺手鐧可以出，或者咁講啦，美國係有殺手鐧，因為佢炸一個人炸死佢都做到啦，冇理由炸一個石油設施摧毀一個石油設施做唔到噶嘛。咁只不過呢個殺手鐧呢，亦都係自殺咁解啫。咁喺美國冇殺手鐧可以出嘅情況下呢，伊朗就可以喺冇乜成本嘅情況下，盡量希望達到自己嘅目標啦。而佢嘅目標呢，講咗出嚟啦，就係要防止同類事件以後再發生啊嘛。咁但佢開嗰啲條件，例如為要美國賠償翻俾佢啊，同意海峽係屬於伊朗啊，同埋保證未來唔會再發生同類事件等等啦。咁美國又應該唔會接受啦，係咪？咁所以最能夠令到美國以後都唔敢再做類似行動呢，就要令到佢喺呢件事件裏邊覺得痛啊！咁唔單止係做決定嗰個覺得痛，仲要係整體美國人都覺得痛。最好嗰個痛楚級別呢，去到越戰水平。咁而伊朗最能夠令到美國覺得痛啊，咪就係油價咯。咁所以從呢個角度講呢，喺美國未出現民怨沸騰，特朗普同埋一眾嗰啲管理層民望慘跌之前呢，呢條海峽就應該唔會輕易開返啦。咁亦都即係話高油價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啦。嗱，其實從呢個角度睇呢，特朗普話：喂，呢次行動達成咗最緊要嘅目的，就係伊朗唔能夠擁有核武。嗱，其實呢個目的可能真係達到咗，不過點解呢？個原因就未必係佢諗嗰個理由啊，反而係經過呢次事件之後呢，伊朗就未話其實我已經掌握咗比核武更加有震懾力嘅武器，就係石油價格啦。
其實我都唔需要核武啦，係咪？多謝大家睇完呢個短片。如果喜歡呢個頻道嘅內容，請你而家即刻馬上訂閱。另外，如果你想輕易用文章形式閱讀過去短片嘅內容，可以考慮加入 Patreon。只需要利用一啲標籤，舉例債券，就可以搜尋到所有呢方面過去短片嘅文字版，亦都可以用數據模型呢個標籤，輕易揾到一啲短片中數據同埋模型嘅 Excel 檔，仲可以優先睇部分未來嘅短片添。最後，如果你喜歡呢個短片嘅內容，歡迎你留言同埋點讚。拜拜。